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最新嘅數據，現時本港有超過20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嘅常見或者慢性疾病，市民嘅日常生活亦受到一定嘅影響。為此，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得到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，推行中醫藥防治常見疾病之推廣計劃。本計劃咧精選咗12種香港常見嘅都市疾病，並製成短片。短片兼備咗學術性跟科普性，從多個角度為市民科普，包括中醫嘅辨證論治、西醫嘅專業知識以及病人嘅真實體會，希望能夠讓中醫藥嘅知識獲得更好嘅推廣，讓市民大眾獲得更多實用性嘅資訊。喺香港嚟講咧，濕疹係一個好常見嘅皮膚問題啦。反而係近呢幾年點解多咗人注意咧？就係嗰個多咗人有嚴重嘅問題咯。譬如可能以前個年代嘅數據，5至10% 嘅患者係相對比較嚴重啲嘅，需要睇醫生嘅。咁而家去到咧10到20%咧比較嚴重，需要睇醫生咯。濕疹嘅成因咧都相對咧比較複雜嘅。第一個咧好重要嘅一個咧就係我哋中醫所講嘅稟賦不耐，即係相當於西醫所講嘅係過敏體質。即係有啲人生出嚟咧，佢就有啲過敏體質嘅，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。呢個病咧，我哋叫佢嬰兒濕疹，係其中濕疹嘅好特殊，同時咧好常見嘅一個類型嚟嘅。即係講係有啲人生出嚟咧，佢已經有好嚴重嘅嗰個過敏體質，即係唔單單係講係皮膚出現皮損，佢仲有啲咧經常咧係嗰個打乞嗤，仲有咧甚至咧個氣管咧比較敏感，容易出現哮喘。第二個嚟講咧，就係嗰個飲食不節，即係有啲病人我哋都知道咧，佢可能食嘅啲好多煎炸啊、魚腥啊、仲有牛啊、羊啊呢啲嘢咧食得好多，啲海鮮，尤其係貝殼類啲海鮮食得好多咧，呢啲咧就好容易咧係損傷咧我哋中醫所講嘅脾胃，脾胃受傷咧會引致咧係身體裏面係生濕生熱。所以咧係濕熱咧係內溫。第三個原因咧就可能感受到一啲咧，我哋講係風濕熱外邪。呢啲外邪咧跟前面所講嘅身體內面嘅啲濕熱咧可以穩結，然後咧可以發於我哋嘅嗰個肌膚皮膚嘅表面咧就發為嗰個濕疹嘅。梗係另外一個咧如果一個人咧係精神好緊張，可能係睡眠唔係好好啦。仲有食一啲咧，就講容易引致致敏嘅一啲物質咧，其實都可以誘發呢個濕疹咧係反反覆覆嚟發作嘅。仲有另外一種情形咧，就講係媽咪陀仔或者陀女嗰時咧，佢如果咧不戒口味，咁啊食咗好多呢啲煎炸嘅嘢，或者牛肉啊、羊肉啊呢啲中醫講係呢啲所謂嘅嗰個熱毒嘅啲嘢。或者係貝殼類海鮮嗰啲，中醫所講嘅呢啲咧，就係嗰啲發物，佢會係母體裏面咧，佢產生一啲我哋講係血濁跟熱毒呢啲嘢咧，可以經過咧係血液傳俾胎兒，甚至咧佢可以將呢啲熱毒嗰啲嘢咧，經過哺乳係傳俾嗰個嬰兒嘅。濕疹其實真係好複雜嘅病嚟嘅，包括係個角質層嘅問題啦、免疫系統嘅問題啦，同埋體質嘅問題。係三者又有一個遺傳基因嘅問題，有外在嘅問題。體質管理嚟講，飲食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嚟嘅。咁飲食管理有幾方面啦。第一就係因為濕疹嘅病人咧，差唔多有啲研究睇翻有20-30%咧都有唔同程度嘅食物敏感嘅，就係你食完嗰個食物之後咧，可能譬如30分鐘1個鐘頭咧，可能會嘴腫啦、全身出疹啦，甚至乎可能會有氣管收縮嘅情況咯。咁呢啲我哋可以透過病歷啦，同埋驗血去睇翻究竟佢有冇啲食物敏感咯。有啲濕疹嘅病人咧，食完某啲食物咧會有一個延遲性嘅病發反應咯。咁而家有啲人相信咧，呢個點解會食咗某啲食物會延遲可能1-2日個濕疹可能有病發咧？有機會同嗰個食物裏邊一啲組織胺咯，或者佢影響我哋腸道微生態有關係咯。其實醫學方面咧，佢都有一個統計調查嘅嗰個報導咧。
就如果父母嘅一方如果有濕疹嘅話，咁下一代咧佢有濕疹嘅機率咧大概超過30%。如果父母雙方都有濕疹，佢下一代咧有濕疹嘅機率咧會高到咧係80%或者以上嘅。所以因此嚟講咧，係濕疹嘅生成咧確實係有遺傳嘅嗰個傾向。現代醫學嚟講咧，係要多把點去處理嘅。皮膚角質層嚟講，其實最簡單嘅就係因為我哋皮膚會乾燥啦，濕疹嘅病人，所以我哋會用唔同種類嘅潤膚膏嘅產品啦。另外，如果當個皮膚表皮有發炎嘅話咧，可能我哋會用啲消炎嘅藥膏啦，包括類固醇嘅藥膏或者非類固醇嘅藥膏啦。咁打到最重要嘅核心咧，其實咧近呢10年嚟講咧，我哋研究得最多嘅，其實就係濕疹失衡咗個免疫系統咯。而家其實係有一啲針對性嘅生物製劑咧，去調整翻、改善翻個本身個失衡咗免疫系統咯。所以喺調整免疫系統係最重要咯。咁最後啦，你調整管理體質亦都係好緊要嘅一環啦。最後包括一啲中醫藥嘅處理啦，包括一啲飲食啦、一啲睡眠啦、運動啦，甚至乎一啲身心靈嘅健康嘅情況都要着重處理咯。而中醫就正正好有效咧，可以幫助到我哋個病人咧調整到管理嘅體質咯。我哋一般嚟講係用個養陰、潤燥、健脾、利濕嘅嗰個醫療嘅方案嘅，主張病人咧係多啲食咩個薏米啦，即係薏仁啦、時實啦、維生啦，仲有食合啊、沙參啊、玉竹啊，作為一個湯水咧，係俾病人咧係經常喺度服用嘅話咧，對嗰個皮膚嘅乾燥啊、瘙癢啊，甚至潮紅啊、即係紅斑啊呢種情況咧都有改善嘅功效。從我嘅臨床經驗嚟睇咧，其實中西結合嘅嗰個效果咧會更加好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中醫跟西醫咧，佢各有自己嘅優勢嘅。中醫咧，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醫療呢啲濕疹，我哋主要用內服嘅中藥為主嘅。雖然我哋都有啲外用嘅啲中藥，但係相對嚟講咧，係西醫咧，佢係佢嘅特色咧，佢主要外用呢個類固醇啊，或者潤膚膏啊呢啲咧，佢嘅嗰個強項嚟嘅。天氣對每一個濕疹嘅病人咧，佢係有影響嘅。但係至於係咪因為我哋亞洲人呢個天氣熱咧，我哋發病率係高過西方咧？呢個唔係嘅。其實西方嚟講，雖然佢嘅天氣好凍，但係佢濕疹嘅發病率係好高嘅。嗰個發病率嘅高低咧，其實好多時候跟我哋外界嗰個環境有一定影響。尤其咧，你講係嗰個環境究竟係咪好乾淨，或者個環境咧係相對比較邋遢啲嘅一個環境。城市裏面濕疹嘅發病率係高嘅，而家農村嗰啲地方咧，反而咧佢嗰個濕疹嘅發病率咧係低啲嘅。咁如果咧我哋係鄉下嘅地方咧，我哋基本上咧每一日咧都可以接觸到好多呢啲你譬如講係泥土啊，呢啲草木啊、花粉啊呢啲嘢咧，我哋接觸到好多嘅。因此咧，我哋身體咧未定型嗰時咧，已經係全部咧暴露到呢啲嘢，所以我哋身體裏面嗰個免疫系統咧，其實佢適應咗呢啲嘢嘅。成年之後咧，你再有呢啲嘢刺激佢咧，佢其實嗰個身體已經適應咗，佢唔會有一啲過敏嘅嗰個反應。其實濕疹咧，差唔多咧，香港嘅小朋友啦，5個有1個都有唔同程度嘅濕疹嘅。近呢幾年咧，個濕疹嘅患者咧個嚴重程度加劇咗咯。咁可能同一啲外在環境因素，譬如啲污染問題啊，或者譬如啲塵蟎啊，或者我哋飲食啊，可能有啲關係咧，令到近呢幾年咧個濕疹嘅嚴重程度會加強咗咯。發達國家佢嗰個濕疹嘅發生率係高嘅，而係咧嗰個發展中國家佢嗰個濕疹嘅發病率咧係低啲嘅。